一篇，我将你介户口穷下晒过来吗？係啦，真麻煩你，我念一下哦。係對台北晒過來係麼？係呀。你愛晒到上學嘅6行8號，冇唔錯。我先讓認一下身份證，我先讓你將資料通報到廢物勞體檢機關。下禮拜當年嘅提價費、房屋費、監理站嘅燃料費等相關費單，都會寄到新嘅住所。好啊，請你念一下，你愛對台北晒到上學嘅6行8號係冇問題，就請在你簽名。新世界戶口名簿係7世界，你做得先測有詳細記世界戶口名簿，結婚日期、生日出世嘅日子，你都自信都會認出來。係講唔是按到資料，也做得先測簡單解，就係記時請保留你本人嘅資料，簡單嘅版本就做得咧。好，我愛等一下哦。你查麼阿公嗰邊嘅事，當無限係麼？家幹家娘雖然無限，唔過當歡喜啦。故事仲到萬山講，唔驚年上房，所以我哋結婚了後，就掌握下天手工種，老人家全當用心講愛到呢。該當好啊！你係你嘅戶口名簿，讓你留着聯絡電話，本日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連日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李偉請你簽名，戶口名簿個新版嘅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份，從下歸費係230元。請搞定一下，新嘅身份證當家就會冇好哦。好，新夢，你係你的新嘅身份證，你念起來真正誒，你念起來也當面到啊。阿娘就辦好咧，係麼？係恭喜你的。